公正下听见，黑金哈姆拉比当地火锅锅挂不得了，将出白蛇路。公关者金剑甲银剑见义勇为，进名多正不下。先行人比了金剑银剑，杀敌包球气穿了。哦，多谢你极力的帮助。恁两位啊，请入来内面坐一个啊，食茶啦哈。听说中原的汉医生来伫恁家。阿姨都出去行医，还未倒转来咧。你若是咧艰苦，无你先挂号，等下伊转来再甲你看病啦嘿。嘿，讲的较早咧，伊都毋是破病人咧，伊是咧援助咱的剑客，你怎看无呀？阮兄弟就是要来拜访大儒甲史彦文咯。吼，请问这个史彦文，你敢捌哩哈？阮兄弟是心无真久啊，想得要甲伊结交做好朋友。那安尼无问题。那论史贤人啊，做人真水和，谦虚自卑正气，请两位入来内面泡一泡茶，等你吧。多谢。勇，吕公人对吕公人，文世生恐吓追因会，望因两人一触这个之地，黑龙令出现，两派还活路。史彦文死亡之日不是今天了，过时。好佳在黑龙令出现。呀，赶紧地准备药草，这座三果大庄街医治史贤人嘛。哦，赶紧啦！现在有影我歹运啦，应该啊，会当想伫迄个空隙洞遐毋正经。当时啊，出一个阴剑甲银剑两兄弟出现，安尼去拢甲外国先生拢总死偌济，拍算40多名。后者来吼，若无写武林的大杀手，难解输赢，安尼命了。来选乌魂，迄个乌魂就是咱这个先血。最凶悍的杀手啊！但是要找乌魂，嘛是爱一杯银两，甲伊交配，然后无嘛是偌多。当然咯，迄银两爱准备较济呢。伊就为咱卖命。杀手！西血最凶悍的杀手乌魂出现咯！我真久无害人，陈家先，什么贵事？讲钱要来互你赚哩，钱要我赚，大条钱毋是细条的呢。什么差事？一道手墨花代志啊！公定800两一件，拢总有3件，2400两，我爱啦，是我咧啦。这名单这3个名单，甲伊的行动拢伫遮你看详细毋通做错呢先摕一半，事成之后再交一半。当然咯，来2200两先交。其中一个是史彦文吗？因为史彦文上要紧因为海无聊，迄就是算你的工课无完成呀！臭钱摕去！想完就冇生给行了。相公，你是甲人发生什么代志呢？小平，有人请我这边杀我的文人史彦文史彦文？
小民啊，我毋捌讲起你全然毋知影。2年外前，我在辽东伫咧流浪时阵啊，搬船用心，又犯了真重的风寒。也客店的店主特别甲我逼行欠孝，迄个时阵去遇到苏严文替我行店孝，并治好我的风寒。经过2天后，又叫一个叫做吴劈送50两银，互我做路费。此因此情如山海之深重，所以我警戒我的温情人这敌人略表寸意啊。对啦，有因不答非君子，有时无暴乱小人。可是这般恶徒，伊也不能善罢甘休，要如何呢？我出去找我的温公苏严文，你在家来等我的消息吧。哎呀，有六年无做了想啦，我那哦叫我金剑，我银剑啊，啥个咧外公家人，我用三大咩咯？真假仙，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，一方的信令，带到刘成炎回大刘青嘛。很快叫咱摕这条信令，免来互大刘青。迄个乌你叫哥啊，这里叫亏，即摆来去拄着大刘青，你要叫啥？叫伊烂。还你分啊？嘿啊，这亏烂也红哥，少年的叫伊少年哥，嘿，你称呼够济，嘿，安尼唔赢啦，我有先赢嘛。赢就是牛先赢，统统跪下。啥物？跪落啦！跪落。牛先烂呀，我如果爱孝，我就是。黑衣当的农奴，我要门的首领，要对阴黑仙的，也一样难亏哦。这种信令，请你关心。拿来。红赤东金剑银剑，我一定该收拾单调，但是家己的人袂使你杀。从今人的意思，顺他者生，逆他者亡的，请。家禽认证，孔雀洞戒备松严。空中飘来一方的挑战师，大刘星。兄弟，大刘星向来挑战，提高境界。好。空中所流星闪闪而过，银剑感觉有冷来之气传入到心底。银剑客多地死亡了。兄弟。大刘星，你用这个无名的手段再来我哋，你若是君主之争者，面对面斗300回合。不过3合，处理性命较稀罕。看金剑，金剑客注视着大刘星的剑尖。又感觉一阵的冷来之气传入伊心底咯。哇，金剑客啊，银剑客啊！我是安怎来会倒来都无叮当哈？我硬哭哭啊呢！哎呀，规个身躯都冷冰冰啊！当那个看起来无受伤，无老血。我无甲你讲，因两个为了暗算病，要来互严文解医，你都唔相信。毋是安尼啦，这个奇怪的啦。严文出去10外天，拢总无消息了，向导结晓。足烦恼的你咧。这两个死嘛，都要准备甲伊收敛嘛。你看卖，
涂骹一张皮呢。条件书，大刘青，大刘青，哎呦！条件书，大刘青，相公，小平，我明天清晨离开家庭，假使若是2天无倒转来，你当作我是已经死了，唔免搁吹，也唔免哀伤。为夫生活在多发边缘，总有一天，小姨在你讲，菜汤食菜菜卡死。相公啊，为何讲出不吉调的话呢？你将迄个真相讲我知影好。唉，你爱知心，好。苗栗第一回杀手大刘青向我挑战，时间是在破晓之前，地点是在刘青檐下。大刘星，杀人不杀人，功夫非常的厉害。你莫插伊，你莫甲伊争强斗胜。你甲伊讲，你已经洗手离开江湖，安尼就摆平咯。住口！你能做武术之妻，不能了解武术之意。大丈夫能咆哮之术，不能失信之声啊！小平，你还阁少回咧。假使我若是不测，希望你能找理想的生活。相公啊，今夜我单独在茶房内用情喝醉，如果有大小事情，你免来救我，知影吼？施主晓得。聪明乖巧、深爱肌肤的小平，不识落苦，要到刘青岩向大刘青求情咯。刘青岩，寒风鸣吹，咻咻的吼，好像是鬼哭神嚎啊！大刘青，武林第一号英雄大刘星，我是乌云之妻小平啊。阮2人结婚已经1年外，夫妻和睦，感情深厚。阮相公乌云特别受家洗手，以江湖绝缘咯。捆绑你当情人，你唔通杀害我的丈夫啦！为什么无要投降接受我的挑战呢？阮相公个性倔强，伊宁死不降。我恳求你剑下留情，唔通使我变成一个孤寒无依的人啦！美人呐，你深爱你的丈夫吗？是，怕你的丈夫死在我的剑下吗？无错。好，但是你要答应我的条件，我就剑下留情啊！什么条件？请你指点嘛。你我双双渡南桥，免着惊。我无希望你做我的妻子。如果你允许者，直入洞内；无允许者，还头转去吧。这摆明失节，侮辱祖宗啊！不是我。这个时阵的小平左思右想，为了保全丈夫的性命，伊无奈顺从大刘青的要求，拖着叮当的脚步，一步一步入洞内而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世上罕有的佳人，我是咧试探你，你回去吧。回去吧。你会当接受我的要求，会了我丈夫的性命吗？君子一诺千金。多谢啦。时近2更，乌云驾身单剑到了刘青岩路。杀人魔王在刘青路面内，你我面对面一决生死。
我是一片的乌云，吃给你的流车武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流车能穿过你乌云，闪闪发亮。乌云，你无够加看我真面目了。背剑吧，我在你的周围。乌云，你背剑吧。呀！呀！啊！大流车白影摇晃，乌云出招。呀！连出13招，下完了树木。一片冷来剑气穿乌云的左腿。乌云战心不住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已经跪下请神了。我无输，我唔是输你，我要活在世间嘛！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乌云，你发了无名火有什么路用呢？胜败计分，你要脱离江湖，好好照顾你的母囝嘛！大刘青，你侮辱我太深，你跟我再见吧！你跟我见到死为止吧！大刘青，你躲避来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乌云有什么面目？我在世间，有什么面目？我在世间呐！相公啊，小兵，相公，赶紧回家来去疗伤嘛！小兵啊！光阴易逝，经过4个月。苏阳文心中的毒患，一股金丝菌也渐渐好了，但他不时不刻不忘心怀大念。苏贤人不喜求你，也求你告诫服药是无效啊！如今人尽力挽回落这一命，出因此情强大九鼎，不弃难忘啊！我现在可以行动了。要回西庙找3观天书啊！苏贤人，要去银花唔敢挽留，指望你早暗服药，不许过劳啊！你的叮咛严文切记。严文啊，身体都要保重下。是了，多谢前辈，过时了。顺行哦。顺行。伊的毒患大概我800多天才会完全转好，可怜的苏阳门，可怜的苏阳门啊！可怜的银花啊！阿爹，我哪有可怜呢？难道你唔是爱着苏阳门吗？苏阳门马不停蹄，又回到西庙孔雀东路。蛤蟆洞主，黑琴，洞主，蛤蟆兰，为什么洞内静悄悄，好像发生战斗过？赶紧到天关山石壁洞，来去问白仙果就是。世生3个人，
万魂苏耀门一棍，一直跟踪在苏耀门的背后，特别使出最厉害的手段咯。怪老师老三两起到西域，遇到假苏耀门，现在假苏耀门特别含埋三人咯。怪老师甲老三是毋是有可能看出真假呢？火龙令，特别救中原军甲，真不能用刀被大流车烧化。火龙教主现出真面目咯！哈哈哈哈哈！火龙真君，你暗做苏阳门，自取灭亡啊！恐怖的杀人者，天理难容，看招啊！激烈！火龙斗流星，随死随活呢？请看熟悉遍地分了，新魂州大主角。